阮感谢你，互阮伫即个礼拜日做伙来敬拜。阮要用虔诚的心来朝见你的面。即时，阮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若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提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至。阿免。请坐。咱大家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5篇。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起着要塞，封闭敌人。看着你亲手创造的天，啊，人算啥物？你要和你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看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牛甲牛，空中的飞鸟，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伫每一个礼拜日做伙来享受你所赐互阮的平安甲喜乐，会当伫遮学习主你所教示阮的功课。阮要用谦卑虔诚的心来感谢你，因为你赏赐恩惠、仁慈互阮，搁将每一项福气赐予互阮。也毋过主啊，阮嘛求你会当赦免阮的罪。真侪时阵，阮家己做的阮家己感觉到的代志，并无甲你看做上重要。阮你认罪，求你赦免。即马求你洗清阮的心灵、目睭甲耳孔，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语。嘛求你互阮有气力、有好的心志甲态度，甲你的话活出来。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咱即马做伙献开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13节到23节。早起埃及，引导起来，有主的天使伫约瑟面貌中出现，讲：起来，带婴仔甲伊的老母去埃及，住遐，到我甲你讲。因为希伦要找婴仔来灭伊，伊就起来，透暝带婴仔甲伊的老母去埃及，住遐，到希伦死，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讲我要调我的囝去埃及。泰时查甫婴仔
迄时彼类在，互宝树逝去，就大受气。差人将八字形甲周围所有的查甫婴仔，照伊对宝树上细查的时，还拿2岁以下的一整台，安尼应也早土神地，也米哩所讲的讲。伫南马听见声，啼口搁大伤悲，拉过靠伊个囝儿，无愿受安慰，因为因无去。对埃及倒来，彼类已经死，主的天使伫埃及伫野兽迷茫中浮现，讲起来带婴仔甲伊的老母去以色列地，因为迄个爱害婴仔的性命的已经死啊。伊着起来带婴仔甲伊的老母去以色列地，总是听着阿基洛刷家伊的老爸，彼类伫犹太作王，着毋敢去遐。既然伫迷茫中得到指点，就退去加利利的境内，到即个城米拿撒勒，伫遐徛起，是要应验早土即个先知所讲的讲，伊要叫做拿撒勒人。即马请主日学来献诗，有一位神。结束了后，请冠宏老师分享信息。伊的讲题是埃及地，加利利地。大家平安哦。今仔日是这儿童主日学哦，来一起跟我们参加礼拜，然后一下来服侍咱哦，咱用心来感谢因哦。伫讲的进前，咱先做伙来祈祷。
享受稳定的上帝，感谢你今仔日互阮组织伫你面前，主啊，求你甲阮同在。主，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主，求你互阮知影你的话语是遐尼啊水，遐尼啊有启示，伫咱的心中会当帮助咱成长，帮助阮有好的性命。主啊，求你伫待会等的讲座内底嘛，一直向咱讲话。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好，咱今仔要看的故事吼，是耶稣出世的故事。咱咧读即段经文的时阵，拢想到这个故事是在哪里被讲述呢？哦，咱会伫这圣诞这演戏内底看到这个故事。哦，比如讲，咱会看到东方的博士哦，摕礼物来献予耶稣。咱嘛会伫这戏剧内底吼，会看到各样的人吼，拄着天使来向因讲话，然后因就去找耶稣吼，就看到这耶稣呢，放伫这马槽内底。这个故事通常是一个平安甲喜乐的故事。咱咧读的时阵，拢会感觉做欢喜，做平安吼。伫教会的这个圣诞节的戏剧内底吼，嘛是拢显现一个做平安、做喜乐的情景。但是教会咧演的时阵，其实这个故事是有两段经文夹做伙的新的版本吼。咱先看第一个故事，迄是伫路加福音内底，这是咱较熟的故事，就是讲这主的使者吼天使吼，伊伫这黑暗的时阵、暗时的时阵呢，对这各样的人向因显现，这各样的人就会惊着，因就踹一条，因为伊的工作叱咤，这个各样的人就毋知要怎样来向这天使讲话，这天使就先甲因讲，有一个救主要为恁来出世，然后伊有一个记号吼，就是用布包咧，然后放伫这个马槽内底。这是第一段故事。佫有另外一个故事，嘛是甲耶稣出世有关的故事，就是今仔日咱咧读的经文。就是讲，这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开始，伊讲到有东方的博士吼，这个博士吼，他可以说是一个观察星星的一个专家哦。因伫这东方看到这犹太王的星吼，然后因就要来犹太家来拜这个犹太王吼，这是要就是这耶稣。伫这故事内底上尾后，就是这个博士甲礼物送予耶稣，就是咱看到黄金、没药、乳香还有没药。这故事其实咱伫教会内底拢常看到，然后嘛，就是感觉到很平安、很喜乐。伫教会演出的这个故事，就是有娱乐的声，有拯救的信息，阁有礼物，就拢大家人拢真欢喜。这个气氛吼，就是做适合教会来办活动。咱会当邀请厝边隔壁的人、亲戚朋友来教会参加活动，然后这教会演出这耶稣出世的故事吼，嘛是拢做欢喜的，做平安的。教会咧办这节操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呢，大家也都吃得很开心，都很平安。而且来到教会呢，还有这个礼物可以拿，阁有礼物当摕，就是拢做平安，拢做欢喜。但是今仔日咱读的故事，嘛是耶稣出世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呢，伊做残忍，
伊做暴力，伊充满遮个元素。遮个内容其实伫教会内底做这互讲起，所以咱今仔日嘛爱重新来看即段经文。虽然讲伊充满暴力、充满残忍的故事，做这伫教会内底去互讲起，但是伊对咱来讲，嘛是有足侪足侪所在会当学习。咱想问讲，啥怎伊做这互人提起？因为伊做互人感觉恐怖，互人感觉互别人误会。毋是伫教会大汉的人，看到即段经文的时阵，会掠做讲啊，原来耶稣出世的时阵，害遮足侪囡仔去互杀死。虽然讲毋是耶稣去甲遮个囡仔杀死，但是会互人误会。很容易让被人误会说啊，好像是耶稣造成了这个悲剧的产生，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少去提及。但是这个恐怖互人误会故事呢，其实互咱嘛会当有学习的时阵咱唔通甲伊浪过。伫这个故事的正头前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东方的博士来找这个希律王吼，因伫东方看到一个星吼，迄个星启示向因启示吼，向这个博士启示讲有一个犹太王要出世，然后这个博士要来耶路撒冷来甲因拜吼。伫这个过程内底，就是讲因这个博士去找这个希律王，然后因有一寡对话吼，上尾后吼，这个博士找到耶稣而且嘛甲礼物送互耶稣吼，然后因就往另外一边另外一条路转去因的故乡。这是头前一个故事，然后今仔个故事就开始。因就是遐个博士因转去了后，主的使者忽然间伫约瑟的面梦中向因显现。伊讲起来，带你的囝甲伊的老母走去埃及，住伫遐等待我的指示。因为希律王要找这个囝，而且要甲伊杀死。这故事一开始就讲起一个足恐怖、互人着惊的情景。然后约瑟呢，伊就起来，然后伫暗时的时阵，就带伊的囝，佮囝的老母走去埃及去，住伫遐，直到希律王已经死去。然后经文就讲，这是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对埃及调我的囡仔出来。咱会当伫这两句经文内底看到讲。原来耶稣全家即马爱互希律王追杀的时阵，因爱往这埃及去，而且上帝阁要甲因对这埃及走出来甲因带出来。咱就爱问讲，啥怎因要去埃及？埃及毋是一个无好的所在吗？伫犹太传统内底，埃及是一个压迫因的所在。伫出埃及记，咱知影，迄个时阵，希伯来人或者是犹太人，因伫遐去互法老就是压制，被他们奴役，非常的辛苦。而且遮个犹太人，就是有很悲伤，然后有很嚎啕大哭的声音，然后传达到上帝的耳边，然后这个上帝才决定说要差遣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在出埃及记内底有安尼故事，所以咱这读马太福音的人就感觉讲，埃及应该是无好的所在，啥怎要走路的时阵，竟然爱走去这个歹的所在？这读这段故事的人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上帝毋是捌将捌甲以色列人对埃及带出来吗？迄个所在是歹的，是无好的。
是对抗上帝的所在，上帝将因将因对迄个所在歹的所在带出来，所以埃及应该是无好的所在。但是这个时阵，是安怎上帝爱因带去埃及，伫遐闪避希律王的追杀，咱毋知影，所以咱爱继续来看这个故事，有可能会当回答咱的答案。希律王看见家己互这个博士去互骗去，所以因就做受气的。所以伊就要甲做者囡仔拢杀死，就是这个希律王向这个博士所询问的时间，他问到这个时间，他就把他全部都杀死，以免这个犹太王会真的被生下来，也就是耶稣。然后经文就继续讲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他不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咱读到遮会发现讲，其实故事已经去变过来。咱伫咧出埃及记内底看到故事是啥物？是法老去杀这囡仔因为希伯来人他们数量很多法老惊因会造反，所以决定要把这些男孩子都杀掉，只留下女婴。但是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带因出埃及。但是伫马太福音的版本内底，这个故事去有变过来，就是讲，希律王是犹太的王，伊会去杀这个男囡仔但是上帝拯救耶稣全家传去埃及，远离犹太。所以原本伫埃及伫传统内底，遐是一个歹所在遐是有很多的这个杀害，有很多的压迫在里面，特别是这些东西都是法老所造成的。然后应许之地才是好的，然后上帝要带领以色列人到这个应许之地。但是在马太福音的故事里面，故事去有变过来。犹太反倒当是一个歹所在，犹太是一个歹所在，然后耶稣爱伫埃及内底才会当得到性命，所以故事去有变过来。这在告诉咱，好像是说作者在向读者说话咱甲咱讲，咱俩这好的，其实不一定真的是好。我们原以为是恶的，也未必真的是恶。好甲歹的判断，其实爱细腻，因为上帝一直咧做工，这就是以马内利上帝一直每一个情境内底来做代志，而且互咱有新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希律王死了后咧，伫埃及忽然间有主的使者伫约瑟的面梦中显现伊搁讲起来，带你的囡仔转去以色列地去，因为要杀这囡仔的人已经死去了，就是这个希律王他已经死掉了。约瑟就起来，然后带伊的囡仔甲伊的老母囡仔的老母去以色列地这个时阵，咱会搁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讲歹所在，毋是永远拢是歹。虽然讲迄个时阵有这希律王要杀这耶稣囡仔耶稣，但是过一段时间了后，这歹所在却又不是坏的，反而是又被上帝带领到一个可以住处的地方，可以生存的地方。但是约瑟呢，听见亚基老继承他父亲希律做犹太王，很怕到那里去，又在梦中得到这个指示就往加利利境内去了。伫马太福音内底，这加利利是外邦的所在。在第4章内底，伊讲西布伦、拿佛他列沿海的路，约旦河的东边，外邦人的加利利。这是马太福音独有的特色，就是他把加利利视为外邦人。也就是说，耶稣从埃及地回来的时候，他是去到一个外邦的地方，不是犹太的本地。
这是马太福音独有的特色，他把那个加利利视为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咱会当讲，原本这个马太福音来讲的，耶稣是一个以马内利，伊名叫做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咱同在，而且他的使命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尼，这个上帝，这个拯救者伊竟然是伫埃及内底得到性命的保全，伊竟然是伫即个外邦的加利利大汉。所以讲，这就甲原本好甲歹的这个看法，完全拢变过来。所以，耶稣耶稣是在被厌恶的埃及在传统里面被厌恶的埃及地里面得到生命的保守，在外邦人加利利里面得到成长。这提醒咱好甲歹的判断爱真细腻，因为上帝一定在做代志。上帝嘛会当通过咱认为所无好的，互咱得到好物得到好处。这甲咱有啥物关系？今仔日是儿童的主日咱要用啥物角度来看？咱要买物件、买手机啊，敢会问因的意见？咱有当时就会觉得说，我们已经是成人了，然后他们是小孩。我们是成人，他们是小孩，所以我们的意见其实会高过他们，也会比他们更多的知识、更丰富的这个想法。可是我们在这样的判断里面，有时候也未必就是好的，或是就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刚才从经文里面看到，其实上帝也从那些被看不起的地方，那个被认为是外邦的加利利，或是曾经是邪恶的埃及地里面，上帝在那里面工作。而且给耶稣全家有好的帮助，所以咱得爱重新来思考。其实咱甲这囡仔咧斗阵的时阵，咧做伙在一起互动的时候，我们也聆听他们的声音，也聆听他们的意见。虽然讲咱的盐咱这的盐甲米拢比因较济不一定就他们的意见不一定就不好。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回答跟回应里面有所学习。咱爱需要知影，咱爱注意咱认为无好的所在，有当时嘛会当互咱有学习的时阵就亲像这段经文共款这段经文咱会掠做是歹的，是残忍的，是暴力的。咱互咱放伫边啊，无爱插。但是这残忍的故事，这暴力的故事，嘛会当对咱讲话。